人三甲用新的概念来告别人的信仰。恁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即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概念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三个来交读上帝话。启文第29篇，诗篇119篇，启文29篇。行为无通积极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听从上帝的教示，真有福气。少年人着怎样互生活纯洁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我要将你的话藏伫心内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互我无以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人同心来祈祷。愿阳光、学乐甲尊贵归伫信父、信子、信神三位一体上帝。也愿上帝福气平安临到伫即个会中。全能永远的上帝，你的作为是伟大奇妙，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。我因为捌体会你伫即个世界甲阮身上所显明的恩典，就甘心乐意来到你的面前，献阮本身，互你做采用。天顶的父上帝，愿为心底来感激你对阮的疼痛甲慈悲，因为你互圣子耶稣出世做人，有世间人的性情，佮替阮死伫十字架顶。爸啊，求你教示阮怎样学习主谦卑顺服的方式，互阮做一个基督徒来看口，佮用十字架来起造上帝国甲你圣会一台湾社会的中间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的心愿意，但是阮的信心不足有限。愿你照你丰盛的恩典甲美好的旨意来完成阮的心愿。伫即个时阵，我们搁再一遍求你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牧师囝要传讲的信息，来明白你的旨意，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，互阮所做一切的事工行通顺利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
今日家庭诗班要带人来学乐敬拜。咱来讲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所以，第一，我要劝勉恁，着为着所有的人、君王、甲拢总的官员，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感恩，互咱通过平静安宁的生活，凡事敬虔端正。安尼做是应该，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。伊爱众人得救，达到明白真理，因为上帝是一位。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嘛是一位，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。伊显本身来赎回众人，这项事一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。为着安尼，我受任命做传道者、使徒，甲外邦人的教师，互因相信上帝，佮明白真理。我会讲的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愿上帝话赐福咱。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活祈祷。现在同心来祈祷，
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互阮会当三自执来到伫你的圣殿中间，阮也对你的话，阮领受开力，愿你帮助阮，互阮对人捌，阮搁较够知影如何活出你的真道。愿你的圣神运行踮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，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有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踮伫加尼文所讲的，伊讲咱要认捌上帝，除了通过上帝的话以外，阁有一项真重要的，就是大自然。通过上帝的创造，咱会当了解上帝伊的心意如何显明踮伫即个世界。所以，当咱每一摆有机会到伫外面旅游，看到一个真水的情景的时阵，咱会看到上帝创造的奥妙。上帝真正摆列济济水的物件，充满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毋过，咱也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，就是随着时代咧改变，人会一直想要建设、想要起造搁较水、感觉较水的物件。所以，直到上落尾，咱会发现讲，看起来敢若所有的物件拢是人所做。袂记你讲，真正水的源头在伫上帝，所以就因为安尼，无论咱进入到一个偌尔啊美好的所在，到伫上落尾，咱拢会发现，咱一直拄着这挑战，咱一直会发现讲，奇怪，这个所在本来应该爱足水，但是为虾米会充满这困难、挑战、艰难，以及看起来敢若无遐尼水的部分？其实，因为教会活伫整个的世界内面，教会活伫整个的世界内面，必然爱面对这个世界的冲击。每一间教会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努力要活出上帝的心意，想要活出真正的水。不过，这个世界感觉的水，永远会进入到伫教会中间来挑战。有的人会开始咧追求讲，这个世界的水，这个世界的价值，想要靠家己的气力去起造。这其实就是咱咧读提摩太的时阵，以弗所教会所拄着的情形。保罗感觉上界困扰的物件是，除了世界的水未进入教会以外，到底伊对来，恐惊是每一个人邀请这些物件入来。提摩太担当这个牧养的责任的时阵，保罗并无甲伊讲了真清楚，到底以弗所教会拄着啥物问题。不过，通过圣经学者的研究，咱检测会当了解因到底拄着啥物事。头一项，因所咧讲的是有人咧谈论济世俗的道理。什么叫做世俗的道理咧？圣经学者对咱讲，迄是一群感觉家己精英的人所塑造出来的宗教生活的方式，所以因感觉一般人无啥物了不起的啦。一般人咧追求品格是无意义的，因也认为讲耶稣看起来伤过平凡啊。耶稣看起来都无啥物特别的嘛，无啥物了不起的，甚至到上落尾，伊互人钉十字架。一个失败的上帝，哪会当得到人的懊恼呢？因所咧讲的，就是一个失败的上帝。耶稣无啥物特别的，耶稣无啥物了不起，所以因用真侪时间咧谈论，因讲世俗的道理，就是要追求一个互家己会当提升，互家己看起来会当过了较高尚的一个宗教生活方式。耶稣对因来讲，实在是伤过平凡啊！耶稣对因来讲，就是一个失败的信仰。有时咱敢会安尼想，咱就少安尼咧面对，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对人的眼光来看，伊本身就是一位失败的上帝，敢毋是？但也就是这位失败的上帝，才会当展现出咱每一个人真实生命的款式。
咱面对失败的时，永远比成功的时搁较侪。咱咧面对困难的时，嘛比咱凡事拢顺利的时间搁较侪。这是以弗所教会所拄着头一个问题。第二个是，照圣经所记载，咱也知影因咧拜的主要咧拜啥物？因主要咧拜一个女神，叫做阿迪米。主要在拜这个女神，拜这个女神，当然阿迪米女神掌管的是有关生产的部分，所以侪人敬拜伊，人为着要满足家己的欲望。对因来讲，阿迪米女神就是水的代表，一个美丽的代表。通过敬拜伊，会当互我得到更较侪的成就，互我的欲望会当得到满足。所以，伊已经占满济的市场，也是人一般生活中间欢喜的事。所以，保罗宣讲的耶稣基督，甲阿迪米女神比起来，看起来嘛无遐尼美丽嘛。因为基督咧讲的就是牺牲，耶稣基督咧代表的信息是一个为着众人的罪定死入十字架的信息。当安尼咧宣扬的时阵，人需要面对家己的罪，人无愿意面对家己的罪，所以这个道理伤过袂受到人的欢喜啊！我也是转去拜迄个阿迪米女神，追求迄个世界看起来水就好啊！我为什么要拜一个讲牺牲、讲失败的耶稣咧？这就是以弗所教会。大概咱对圣经的学者中间会当了解因所拄着的困难，所以当这个物件交互提摩太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会问：安尼我到底爱安怎做？安尼我到底会当如何行动来回应这个事呢？保罗并无爱提摩太甲这个拜偶像的势力来对抗。伊一直咧强调的，要去迄个拍迄个美好的战争。到底什么是一个所谓美好的战争？美好的战争是有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水、真正的美神，也就是保罗爱提摩太专心致意踮伫教导甲祈祷的服侍中间。保罗交互提摩太的任务是。爱护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重新恢复健康。重新恢复健康是身心灵的健康。当人认为讲，我要追求遐个世俗的道理，爱迄个较高尚的道理，人要追求遐个世界的人所看到的水，追求欲望的满足的时阵，人是破病啊！这会做致到人破病。所以保罗爱提摩太转来到上帝的话语以及祈祷的事，这项事为着爱人恢复健康，人需要面对家己踮伫眼光，踮伫家己的心灵已经破病，所以提摩太的任务是爱大家恢复真实的健康。但是这项事需要耐心。这项事需要专心的听候，到底上帝踮伫咱中间，伊咧做什么事，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？我捌看到一段对话，感觉真好耍。踮伫一个美术馆内面，迄个时阵咧展览足侪真水的遐个图，真水的遐个作品。所以因为真水的作品。逐个人拢足想要过，所以少年人一直去到这个美术馆中间，少年人去欣赏这个画的时阵，因拢安怎做？就是所有人足认真踮伫遐咧打卡，所有人足认真踮伫遐自拍打卡，翕了就感觉我已经来过啊，我已经来过，所以即马这上界受欢迎的所在，我已经来遮。我有参观过啊，安尼应该会使啊。当这个少年人准备翕相了要离开的时阵，有一个老人，伊本身是一个艺术家，伊点来到这几个少年人的后面，
忽然间问因讲：恁敢知影安怎欣赏遮的作品咧？少年人当然讲：毋是来到伫遮看一个，足水足水足水，打一个卡就好啊嘛。这个老人就开始咧讲吼，遮的画吼，你需要豆豆啊看，你爱慢慢来欣赏遮的图，到底要对你讲啥物话？伊佫讲，我少年的时阵，就是踮伫美术馆内面坐踮伫遐，一坐都毋知影坐几点钟，一直咧观察，到底即个作家想要对我讲啥物？少年人回应讲：这伤浪费时间啊啦！这吼，莫开遐尼侪时间踮伫遮，阮只要来到伫遮打一个卡，代表讲我有缀流行，我来到即马上水的美术馆，安尼就好啊！恁遮的咧做艺术的人，毋是就是追求搁较侪人会当来遮就好啊吗？少年人讲煞，因就离开啊。忽然间，踮伫另外一边，有一个人真正坐伫一幅图的面前。这个老人就好奇，行挖过。这个人就开始甲迄个老人讲：我头拄有听你咧讲啥，所以我就来试看卖。我就来试看卖，我就坐伫即幅图头前，虽然我嘛毋知到底安怎看，但是我就真正坐踮伫遐。伊讲我过去嘛是感觉讲吼，来遮就是斗闹热尔嘛，来遮就是斗一个闹热，无啥物特别的。但是因为听你安尼讲，所以今仔日我就坐伫遮，一直看一直看，我嘛毋知应该爱看啥物。但是我开始坐一段时间了，我问我家己一个问题。我问家己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即幅图会有遮个物件？为什么即幅图中间即个作家会用即个色彩？遮佫看起来，敢若有较地力的感觉，迄个深甲浅敢若无啥共款。所以我开始咧问，到底即幅图伊咧画的时阵，内心伊拄着啥物代志？我愈想吼，我就愈感觉真特别，所以我开始体会到，敢若看遮个图有一寡趣味，所以生命的深度也得到提升啊。这个老人就回答讲：伫咱中间侪人，因所咧关心的是外面的水，外表的水，所以踮伫即个上新的美术馆。踮伫即个看起来真特别，逐个人拢感觉足夯的所在，人所要追求的不过就是搁较侪人会当来到伫遮。人所咧关心的是有偌侪人进入即个美术馆，会当带来偌侪经济的收入。遮个代志背后，其实拢是人的欲望。人掠准讲，家己已经堆满足侪物件，但是逐个人无想到讲，来到伫遮看遮个图，是爱互家己的生命变成做空，重新咧学习到底伊要讲啥。读到遮个故事了后，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，当咱的展览咧进行的时阵，我真正徛伫后面，认真咧看。一开始真正照迄个少年人讲的，我嘛毋知影我到底咧看啥物。但是慢慢咧看，开始咧问我家己讲，所以这个色彩是啥物意思？到底为什么即幅图会出现遮个物件？我慢慢体会到，原来图爱安尼看。所以鼓励咱大家去后壁看展览的时阵，开一寡时间吧，莫干那翕相打卡就了啊。咱缀着即个时代咧行，咱踮伫无意识的中间，一直咧追求的，就是真紧爱互家己的欲望得到满足。包括咱读圣经嘛是共款，包括咱读圣经，就感觉讲我只要有读几句重要的金句，我就哪亲像我的人生已经受到建造啊。
一直认为讲我只要追求迄个祈祷会当讲真水的事，我敢若就会当得到上帝特别的祝福啊！我敢若认为讲，我只要真热心咧服侍，安尼应该就会当向上帝交代啊吧？咱就着急想要找到我要安怎做、安怎做、安怎做，但是袂记你讲，真正的深度是需要时间的，真正的祈祷是需要开时间去了解、观察、反省以及成长的。人生命的深度是通过咱甲上帝的美善互动才会当得到。无论通过上帝的话，也是无论通过大自然，拢是共款。所以保罗点伫遮，才会甲提摩太交代讲：第一什么？我要劝勉你，爱为着所有的人、君王甲拢总的官员，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感恩。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，凡事敬虔端正。所有以弗所教会所拄着的问题，拢爱转来到伫敬拜的本质中间。这个敬拜的本质，也就是通过祈祷、默想，真实建立甲上帝的结连。一个信仰团体会当得到建立，毋是靠厉害的领导者。顶礼拜有讲到啊，以弗所教会有阿波罗啊，有保罗啊。一个信仰团体会当得到建立，毋是靠这个伟大的领导者，是靠着每一个人愿意详细去观看上帝的创造、上帝的美善。人会一直想要追求的是外表的水，追求外表的水到上落尾，咱会受到欺骗，咱会互这个世界带咧行。总是上帝通过这个祈祷的劝勉，邀请人转来到伫伊的面前，那亲像咧欣赏迄幅图共款。这个祈祷是需要时间的。这个祈祷是需要观看的，这个祈祷是需要好好去体会，到底上帝的美善要对家己讲什么。但是这个行动真正无特别，这个行动真正无特别。耶稣基督犹原是遐尼平凡的一位上帝，但是就是因为耶稣是一个遐尼平凡的上帝。这才甲咱每一个人产生了意义。咱是平凡的人，咱拢会犯错，咱拢会点伫无意识的中间去追求济目睭认为水的物件，总是通过甲上帝话语对话的操练，重新来问的是：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要点伫遮的话中间，你安尼讲？写圣经的人，因想要讲什么？读圣经的人，到底因拄着什么款的问题？踮伫遮的批信中间，咱拢会一直咧问，到底迄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所拄着的挑战是什么？提摩太伊所咧想的是什么？保罗要写的到底是什么？通过咱一步一步去了解、去敲揣的过程中间，这就帮助咱恢复敬拜的本质。无咱会一直将眼光放伫迄个外表的物件，认为我会当追求高级的享受，也是欲望的满足，那亲像以弗所教会共款。踮伫遮，保罗才会讲，上帝爱人人会当得救，拢会当认捌真理。这个真理是啥物？只有一位上帝。踮伫上帝甲人中间有一个中间人，就是正做人的耶稣基督。这位正做人的耶稣基督，一直提醒咱，伊毋是迄个足特别浮伫半空中的上帝，伊是迄个真实临在踮伫咱中间的上帝。但是因为伊就是迄位遐尼平凡、遐尼软弱的人，所以面对牺牲，
面对互人出卖、顶十字架即项事的时阵，才对咱每一个人产生了真正的意义。正做一个基督徒，永远是咧学习牺牲的道理。正做一个基督徒，永远毋是咧追求我是赢的人。正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是我靠耶稣基督的气力，踮伫每一个软弱中间，知影讲，伊就是迄位活伫咱内面的上帝，伊就是迄位陪伴咱、邀请咱军队伊的骹步向下面来行的上帝。当这个世界，逐个人拢想要向顶悬爬，但是耶稣基督却是迄个主动向下面行，进入到伫上界第站中间的人。基督是帮助咱恢复灵性的健康。真实的基督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清楚知影，圣经的道理是开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。为了要帮助咱，互咱认捌上帝，嘛帮助咱会当活出伊的款式，这才是真正的敬虔。真正的敬虔是每一个人对上帝有正确的态度，包括追求上帝真正的财物，献上真实的敬拜，有一个敬畏的心，踮伫基督中间，不断学习顺服，互信心得到建立，伫每一日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这是真实的敬虔。敬虔毋是外表看起来会水，敬虔是建立踮伫人甲上帝一疼三结连的敬畏，是咱清楚知影，因为上帝疼咱，所以咱有真实的敬畏。敬畏是对认捌上帝的恩典来的。人咧追求这个世界的水的时阵，会一直陷落踮伫另外一个真困难的挑战，就是我一直认为只有安尼是对的，但是却失落真正的认捌，咱失去真实的敬畏。所以咱祈祷，为着要互基督的生命会当踮伫咱的内面展现出来，特别踮伫这个欠缺耐心的时代。一个人一直咧讨论到底安怎祈祷才是有效的，所以这个时代有足侪声音讲：你祈祷爱安怎大声？你祈祷爱安怎喊话？你祈祷应该爱举手？你祈祷应该爱搁较侪人？但是这拢是这个世界认为的答案。这个世界认为讲，咱的祈祷吼，都是一直咧恳求上帝有一个变魔术共款，只要互我会当感受到安尼就好啊。这是世界所追求的水。所以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咧祈祷心内底一直咧想的是，上帝这个代志敢会当互超自然赶紧来解决。通过你的心者，安尼足侪现实的问题，拢会当随时都变好吧？逐个人拢安尼咧期待，但是当每一个人咧面对遮尔济现实的问题，一定爱承担责任的时阵，却所有的人拢结点点。咱拢认为，我只要祈祷交互上帝，其他拢是伊的代志。所以神学家因提出真正的反省，伊讲真正的祈祷必须爱建立踮伫真实的认捌。若是无有真实的认捌，咱无法度献上真实的祈祷。这个认捌是甚物？这个认捌是咱爱努力认捌上帝，嘛爱努力去认捌每一个人，去了解。到底踮伫咱每一天所收到遮尔济的消息，咱即摆每一天收到的消息，拢超越过咱的想象。随时拢有人咧传来，随时拢有人咧传 message。咱有遮尔济的消息，一直踮伫遮咧流传的过程中间，咱敢有真正的
真捌嘛？也是咱只不过是随着家己的意爱，也是欢喜，选择去接受。我相信这，我无相信迄。所以神学家才会提醒讲，每一个祈祷爱建立点伫真实的认捌。这个认捌是咱努力认捌上帝，也努力去认捌每一个人。踮伫万项事中间去观看讲，上帝，你即马互遮个事发生踮伫我的眼前，你要做啥物？你的行动是啥物？所以讲，祈祷的时阵，莫期待神者会踮伫咱的祈祷中间发生，因为咱家己就是神者的一部分。请咱千万会记得这件事，莫认为讲通过祈祷神者会发生，因为你家己都应该是祈祷神者的一部分啊。咱的祈祷拢是我祈祷了，我就感觉这甲我无关系啊，所以交互上帝。上帝，你变一个魔术来解决教会这个困难吧？伊父所教会的困难，上帝你就家己来解决吧。却袂记你讲，咱就是神者的一部分。保罗是神者的一部分，提摩太也是神者的一部分。当每一个人献上祈祷的时阵，咱都已经参与踮伫神者中间啊。但是咱嘛千万会记哩，万项事拢无一定会照咱的愿望来完成。所以上帝的奥秘永远是伊家己主权的显现。咱有愿望，咱有济济愿望，愿望排列遮的祈祷，总是所有的事，犹原是倚靠上帝家己来行动，帮助咱踮伫哪行的过程中间反省甲调整。福音毋是互人一套真具体的指示，也是照安怎行，你就哪亲像找到公式共款，安尼就解决啊。福音所互人的是一条对真实的反省到实践的道路。若是安尼，咱就需要有耐心去观看上帝的美善到底是啥物。就哪亲像踮伫迄幅图的面前，不断地问上帝：上帝，你为什么用这个色彩？你为什么安尼咧排列？这个物件会出现踮伫遮？这项事，这个故事到底咧对我讲啥物？所以保罗邀请提摩太，第一，你爱好好啊祈祷。这个好好啊祈祷是恢复真实的敬拜。这个真实的敬拜是踮伫祈祷中间看见家己的责任。咱爱参与踮伫神者内面，去观看上帝的每一笔、每一话，伊到底要讲啥物？伊到底要对咱家己来启示啥物？坐踮伫遐个道头前，慢慢去问，慢慢去祈祷，慢慢互家己的生命得到转变。就踮伫即个世界，一直咧追求遐个外表的水，会当有建设搁较厉害、搁较完美的建筑物的时阵，永远毋通袂记哩。上界美善的创造，在伫上帝的手。上帝早就已经排列，大自然充满踮伫咱的身躯边。上帝也将上水的伊的话语放伫咱的头前。通过伊的话，咱会当活出真实的美善。这是保罗邀请提摩太做出的回应。伫面对遮尔济困难，伫面对教会拄着这个世俗的挑战的时刻，保罗爱提摩太祈祷吧，转来到伫耶稣基督的疼内面吧，活出真实的敬畏吧。当这份疼会当活出真实的敬畏的时阵，
咱才有真正的敬虔。无有敬畏的心，咱无法度活出福音的真理。耶稣基督踮伫咱内面，邀请咱，亲像伊的款式，牺牲、分享、见证。愿上帝帮助咱。同齐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我祈祷。伫清早的静默内，我献上祈祷，有一温暖对天降临，有一声音平静我心。我祈祷，毋若为家己，乃是为万人。掌权甲卑微，朋友甲敌人，劳力甲孤单，拢互你怀抱甲疼惜。我祈祷真道得显明，无分彼此，无分种族，无分言语，拢因为你平安甲和谐。我祈祷人人称颂你，人人敬拜你。伫每一声祈祷内，看见心事，天开奥秘。咱做伙来祈祷吧，愿咱用这首圣诗成做咱的祈祷。
称赞你，人人齐敬拜，人人呼塞，感谢阮的欢喜赞美，伫每声祈祷，心事的看见，何必的拍开？用心来祈祷。主，阮需要你的恩典，求你临在踮伫阮中间。当阮每一摆祈祷的时，阮超找认捌你，也搁较认捌阮家己，因为阮真正是软弱卑微的人，阮不时犯罪得罪你，总是阮也清楚知影，主耶稣基督，你为着阮。踮伫即个世间，排起十字架，钉死伫十字架，阮的罪通得到洗清。所以，当阮领受这份恩典的时，求你帮助阮对你的疼，搁较够知影来敬畏你。愿你踮伫阮中间，互阮献上真实的敬拜，踮伫每一日见证你的丰富。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请起立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即礼拜拜三的圣经学堂，咱会休困吼。好啊，
挂点伫今仔暗时就会到机场是凌晨出发啊，凌晨出发到伫美国啊，所以转来的时间，转来台湾的时间是10月初1的透早的款吼，所以会踮伫休斯顿甲洛杉矶来进行演讲，以及踮伫洛杉矶的教会中间组织正道，所以嘛，请咱为着我的行程来祈祷吼。好啊，所以这2礼拜的圣经学堂拢会暂停吼。好啊，迄个顶一学期的奖助金开始接受申请，所以若有符合资格的遮个学生会当赶紧来办公室来申请吼。好啊，咱10月26迄日有野外礼拜吼，所以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。所以若是你踮伫团契中间，就请咱踮伫团契中间来报名。若是无参加踮伫团契中间，就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做登记吼。啊，咱会早起先到伫基丁，啊下晡踮伫维武营，咱会踮伫遐办一场迄个把迄个来台150周年的音乐会，啊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啊，芭蕉塔的合唱团踮伫9月27，踮伫后礼拜有踮伫基美有一场音乐会，所以若是你有意愿要参与的，会当来办公室这边来买票吼。好啊，咱的巴克利纪念讲座有一场踮伫东宁教会，邀请新代的副校长主讲到公报社彭牧师来做回应，所以有兴趣想要参加的，拢会当踮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吼。好啊，这本册就是我要到伫美国来做发表，其实毋是我发表，我是只不过是参与整个的过程，作者是赖信雄博士。所以这本册即马踮伫咱遮吼，咱教会都拢自由奉献伊定价是250块，咱教会你有想要爱的，拢会当用自由奉献，家己踮伫遐会当来摕自由奉献的方法来支持。有中文版嘛有英文版，所以你若是有想要读英文版嘛会当摕英文版，所以等下礼拜三拢会当踮伫教育大楼这边来买这本册吼。好，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。来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是《提摩太前书》第2章第1节。《提摩太前书》第2章第1节，咱做伙坐声来读2遍。所以，第一，我劝勉恁，着为着所有的人、君王、甲拢总的官王，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感恩。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，搁一遍。所以，我劝勉恁，着为着所有的人、君王、甲拢总的官王，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感恩。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。咱三甲来临上人的诗399首，愿上帝大仁爱基督。临时了，请牧师来祝祷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定点你心内，主的听每时刻。甲你行同在，愿主兴光遍照你，敬主悲观大概你，主信心保守你对至心高敬世界大。上主大仁爱，应点你心内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甲你行同在，愿主兴光遍照你，敬主。光
愿大概你，主心心保守对你，一生高兴世界大。作为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人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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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